腓立比书第4章第1节到第9节。所以我所亲爱、所少年的兄弟姊妹，恁是我的欢喜，我的荣光，着我靠主来徛在。我可肯有阿蝶，嘛可肯顺道基。恁伫主的内面着同心。我忠实的同伴，我嘛爱恁帮赞即2个妇人人，因为因甲革利免以及我其他的同工，捌为着福音甲我做伙奋斗，因的名已经有记载伫活命册，着时常甲主结连来欢喜。我阁讲一遍，着欢喜，着互众人看会出恁的宽容。主伫要来的，拢毋通挂虑啥物，万事着用感谢的心祈求甲代祷，将恁所求的互上帝知。安尼，上帝所赐超过人一切了解的平安，会通过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思意念。兄弟姊妹，总讲一句，遐个会建立好德行的事，遐个值得称赞的事，就是一切真实的，一切通尊敬的，一切公正的，一切纯洁的，一切可爱的，一切通学乐的，遮个恁拢着不时放伫心内。恁对我所学习佮接受的，听到佮看到的，遮个拢着继续实行。安尼，赐平安的上帝就会甲恁同在。